得搞啱個位先，唔好咁快住。好，包 ready， fight。我寧願你咩都做慢啲，你改好自己啲動作好過。你記咁多嘢喺個腦度都冇用，你記啲招冇用。我都係嗰個狀況，其實我唔明嗰個問題點喺邊，我就係睇到拍片自己一次坐喺邊就得咯。即係當正做啫嘛，做慢啲，跟住嚟個快嘅閪咁做嘅拼一拼，係咪咯？平時都係咁改壞習慣㗎啦。用少啲手腕嚟個加你嘅背。我想係喺隻手腕度扎到佢豬頭咁樣樣。好 ready， fight。Stop。Ready， fight， 最後10秒。啱啱好。